伫嘉义新港甲鹿草有民间团体正咧推广社区革命的交通车服务，会当做伙去买物件，甚至是做伙去耍的方式，互时代的生活更较利便，豆豆仔也实现这社区共老的照顾方式。坐去你新车内底，时代拢笑甲真欢喜。以后买物件、摕药啊，甚至是要出去耍，拢会当有专车通坐。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希望透过民间的力量，补充长照服务无够的所在，当咧推广这种社区革命的交通车服务。一起共同去拿拿药，那另外就是共购，就是可以一起去购物，另外就是共有点轻旅行，可以到这个景点去做旅游，这个部分是在增加老人的一个社会参与以及生活的便利性。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推广社区共老的第一步，就是串联新港乡甲鹿草乡的10个社区，提供专车接送的服务，希望是大卖因为身体老化甲交通无方便，降低社会参与的意愿。都睡觉安尼啦。你叫叫人去倒下？都去摕药去注射安尼啊。安尼有方便无？有啦。啥物代志吼，甲联络，就来甲阮使去服务安尼足好的安尼就对啦。目前已经有33个单位参与社区共老的联名计划。台湾活力老化推展协会表示，透过社区交通车的共享，增加时代出门的机会，嘛通豆豆仔来实现社区共老的照顾方式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